你怎么来了？你就是毛毛吧？我是你爸爸的朋友。你都长这么大了。你这么多年没来看他，他可不长大了吗？我见你的时候你还小呢。阿姨给你买了点水果。妈妈，我不是你妈妈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你妈妈。你不是他妈妈，你到这来干嘛？你为什么不承认？你为什么不承认？他都已经认出你了，他都叫你妈妈了，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？你有没有人性啊？你有没有想过你不承认孩子会怎么想？喂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来干嘛来着？你给我回去！你收到了没有？我忍你很久了。你知道什么？你懂什么？你没有资格在这说我。是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知道孩子需要妈妈。你会后悔的。早啊，妈。起这么早啊？早起的鸟儿有食吃。哎，别动，一边待着去，手脏。哎，你今天晚上带你的女朋友回来吃饭吧？妈，她忙没时间。忙的没时间吃饭呀？她做什么工作的？护士。护士啊？啊，护士好啊，以后我生病的时候啊，就有人照顾了。妈，有你这么咒自己的吗？没事生病可还行。她姓什么呀？多大了？我姓孟，叫孟小夏。行了，妈，你别包了，你赶紧把这馄饨先给我下了，我饿着呢啊。行，好好，你赶紧啊，刷牙洗脸啊，我这就给你下。啊。
几点下班啊？干嘛？又要请我吃饭？不光请你吃饭，这回还升级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今天啊，是你未来的婆婆要给你摆一桌饭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海里游的，一个都不差。是你发烧呢，还是你妈发热啊？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呢？哎，你不是都答应我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孟小夏，我都救了你这么多回于水深火热了，你就帮我一次不行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呀是被一海龟叼住了，现在正把我往深海里拖呢。哦，是不是以前跟我说的你妈妈给你订那个娃娃亲？是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今天如果要不去我们家吃饭，她明天就敢上我们家来相亲了。那不是好事儿吗？你赶紧跟她结婚呀，明年生个儿子跟我玩。不是你能不能有点正经的呀？你今天要见死不救，我就敢跟你绝交，你信吗？你让我怎么救你嘛？不是，哎，你能不玩这选择性失忆吗？咱俩不都说好了吗？你今天晚上上我们家吃饭，弄不好我妈能给你准备份彩礼。哎，只要这钱你拿到手里，我绝对不往下要，行吗？不行，我今儿估计不行，我还有事儿呢。董事长好。好。哎，董事长好。呀，董事长，董事长回来了。那个大家辛苦了。董事长，您出院了？没出院，我是临时回来一下。哎，大家先忙吧啊。行。陈总呢？哦，他去银行了，应该很快就能回来。一会儿呢，你让小严呢把财务报表送到我那去，让我看看。陈总回来以后呢，你告诉他，我找他。嗯，好。喂，三床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公司呢。你怎么跑公司去了？你有事吗？我当然有事儿了，我现在回去换衣服，毛毛不让我走。毛毛，我先放你房间，我让咪咪帮我看一会儿。我把这边手头事情办完了以后，我会尽快回去的。啊，先这样吧。他把电话挂了，说来不了。你回去吧，孩子有我呢。大哥，你先陪我去个地方。疼啊？能不疼吗？李家豪啊，你叫我干嘛来了？看你挨打来了。不是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要不然状态不能这样。这要平时，我3拳就能给他 KO 了。哦，牛都死了还吹呢。孟小夏，你能不挤得我吗？你不挤得我会死啊！你说我都这样了，你还……喂，怎么了，大叔？你在哪儿呢？毛毛不见了，知道吗？啊？怎么会不见呢？我哪知道他去哪儿了？我一回来，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连个看护人都没有。那你赶紧找找呀！你让护士长去监控室看看有没有跑出医院。刚才医院的监控说看到毛毛跑出去了。毛毛跑出去了。你在哪呢？我过去接你，咱们一块儿去找孩子。那行，那你开车过来接我一趟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行，你在那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李家豪，我有点急事儿要先走了，打电话啊！哎，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吗？
怎么知道毛毛回家了？我猜的。那要不是呢？那是你们医院的责任，对吗？这个咪咪看个孩子都看不住，肯定又在玩手机。哎，大叔啊，你是开投资公司的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那你应该投资毛毛，投资当他爸爸。你想啊，你现在投资毛毛，不仅有一个人每天管你叫爸爸，再过个几十年，等你老年痴呆了，还有人养你，最后再给你送终，多值啊！就这么定了啊？什么叫这么定啊？哎呀，你可怜可怜毛毛嘛！不管怎么样，他的爸爸也是在你车上没的。问我干嘛？再瞪也是不可逆转的事实。还干嘛呀？你们说停车就停车了，难怪你会追尾了，多危险啊！下去！我让你给我下去！怎么了？刚刚还好好的，说翻脸就翻脸。你刚才说什么呢？你以为我想毛毛的父亲死在我车上啊？是我把他弄死的。那我受那些苦，找谁说去啊？不正跟我说着呢吗？好啦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应该跟你说毛毛爸爸的事情。你先开车吧，不说了。